臣退吕为魁，一连魁何必千里随下？配不知朝中哪一个策马中计，虽报为报。看来这一次凶动接上，百姓你必快下旨一道，请伯父请娘将此将带来相救我们。寡人下到圣旨，杨家将前来救驾。对，副将军，你与我死的众位逃向塞去。今日准备起来，万岁正好，你下马起来，快过！唯一他不肯为继，那为两断，定为是陪随份等着。我这里有新一份，叫你亲自交进两银工。我知道了，就是告辞。